我叫蔡瑞雄，出生喺澳門呢一個東西方文化融合嘅城市，鄉下係中山，係擁有中國燈飾之都古鎮鎮同埋中國照明燈飾製造基地華能鎮嘅城市。10年前，我懷着對未來嘅憧憬，以及對 LED 嘅熱愛，所以決定跳出舒適圈，回鄉創業。咁多年嚟，從零開始，一步一步摸索，攻克咗一個又一個嘅技術難題，致力於將更優質嘅燈具帶俾世界各地嘅客戶。呢度有做燈飾需要嘅一切配套，每年都吸引咗世界各地好多嘅人嚟呢度創業。而我本身就係有呢個血脈嘅人，所以當時我想做燈飾嘅話，我翻嚟中山，翻嚟我嘅家鄉創業係必然嘅選擇。以前我喺澳門係做嘅高管，都係高薪厚職，所以喺我辭職翻嚟嘅時候，我身邊嘅人係所有反對㗎。我希望創自己一番嘅事業。當我想創業嘅時候，我肯定會跳去一個更加廣闊嘅市場。係好多人會話你澳門翻嚟做生意，會唔會有啲咩特別優勢或者特別補貼咁？其實我自己覺得就係，因為我作為一個澳門人，我重新咁投入喺一個完全陌生嘅營商環境，其實我注定會比其他人會付出咁多，因為灣區發展啦，各方面嘅政策嘅推動啦，我哋中山成個市場嘅活躍度高咗啦，然後係地方政策係多咗好多㗎，即係無論對企業嘅支援啦，對人才嘅渴求啦，我對自己公司嘅規劃會更加之清晰同埋信心大好多。最近呢2年，尤其係比較開心嘅就係親身會見證到大灣區嘅急速發展，尤其係最近嘅深中通道嘅開通啦。佢不僅可以縮短咗珠三角同埋港澳嘅距離，亦為周邊嘅文旅市場帶嚟咗好多嘅動力。呢個不單止令我業務嘅推廣帶來更大嘅便利，亦都對我自己 LED 出口可以開拓更廣闊嘅市場。我係自己一條龍生產晒，所以我咁樣做嘅燈就會有好多我嘅核心價值同埋我嘅核心技術喺度。我有我嘅產品嘅優勢，創新你唔試，你唔行出第一步，你點有第二步呢？所以我哋就會都有好多可能你哋出邊未見過嘅燈啦。我通常每年會開發1至2個項目，一個種類嘅項目，跟住喺嗰個種類入邊再通常會4、5款產品咁樣。因為我哋都係通過展會去獲客噶嘛，所以我係會要求我哋每一次展會都會有一個非常之創新嘅嘢。好似呢一個產品咁樣，呢個產品係專門針對一個比較性價比嘅市場啦。呢一個產品可能係世界上最薄嘅路燈，所以我哋嘅特點就係我哋嘅燈可以做到好輕薄，價錢好實惠，但係內容就適合好多真係發展中國家，非洲啦、東南亞啦、南美啦，其實好多國家都有，因為我哋係做好自己嘅位置。我係一個超級工廠，我係專注於我嘅產品，所以就係直接吸引世界各地嘅，可能就係我嘅產品，我開發嘅初衷就係比較合適嗰方面嘅國家，所以基本上而家大部分國家都係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嘅客戶。喺我未來，我會繼續擴展我嘅業務範圍，將我嘅產品線拓展到去一個更高嘅領域。同時會再積極尋求多啲海外嘅合作夥伴，繼續將我嘅產品推入去國際嘅市場。因為我相信隨着大灣區繼續嘅融合同埋發展，依靠我產品本身嘅硬實力，我相信我會喺呢個浪潮之中迎來我更好嘅發展同埋機遇。